到底给我吃了什么？为什么这么难受？好热！为了逼我就范，爷爷居然连下药这种招数都能使得出来。既然是爷爷安排的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烤红薯嘞，又香又甜的烤红薯，机会不是天天有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你们两个还剩下3只。卖烤红薯啦，又香又甜的烤红薯。那2个小孩谁啊？怎么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？还真是。不过这谁家小孩这么小就出来挣钱了？这大人也太市侩了吧，简直没人性啊！确实。小宝、小贝，妈妈，你们怎么又在卖红薯啊？他是谁？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？妈妈，你看我和妹妹今天卖了不少呢。是啊，妈妈，你一个人养我们太辛苦了，我们多卖点，你就可以轻松点啊。这么乖呢？对不起，小宝、小贝，妈妈不知道你们爸爸是谁。如果妈妈能找到你们爸爸，也许你们就不用和妈妈一起受苦。妈妈不辛苦，妈妈很开心。等你们长大了再帮妈妈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现在去写作业。好，走。原来是位单亲妈妈，误会一场。臭小子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你对象呢？我的曾孙呢？哎呀，爷爷，你别叫我爷爷，你才是我祖宗。今年过年再不来对象，你就等着替我收尸吧。老爷子又催婚了，可不是吗？哎呀，我上哪儿给他找曾孙啊？总不能平白无故变一个吧？有了！他是谁？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？烤红薯还有吗？我全买了。啊，要不你们先尝一下，来。这么好吃吗？简直人间美味啊！很好吃。送给你的。这是给我的吗？谢谢你买我的红薯，祝你新年快乐，越长越帅。谢谢你。这个叔叔真好呀，要是我爸爸就好了。那个有个不情之请。什么？希望你能假扮我的女友和我的孩子。希望你能假扮我的女友和我的孩子。总裁是疯了吗？这种鬼主意都想得出来？假扮你女友？你这是……你放心啊，不是什么坏事，因为过年了，需要应付家里而已。1个月30万，怎么样？30万？妈妈，是不是我们以后有钱了，你就不用那么辛苦啦？小贝可以吃苦，但是妈妈不行。也对，小宝、小贝的学费还没凑齐，要是有了30万，就再也不用担心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哇，妈妈你好美啊，跟仙女一样。不好意思，我还不太习惯穿这个鞋子。不是说要穿高跟鞋吗？我这儿没有那么多规矩，让你们跟我演戏已经很委屈了。不会穿高跟鞋，
那就不要穿。他人真好，要是孩子爸爸也能这么好，那就好了。小子，今天是你最后的期限，你再不带人回来，放心吧，您的曾孙在我这儿，今天就带他们来见您。小宝、小贝，我们待会儿就要演戏了，你们应该叫我，让他们叫爸爸，会不会不愿意啊？爸爸，爸爸，我们最爱你了。爸爸是这样演戏的吗？对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待会儿按计划行事，你们不要害怕。养好了，爸爸奖励你们10万块。好的，爸爸。爸爸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有曾孙子了，我有曾孙子了！不是做梦，赶紧通知厨房，全部换成孩子爱吃的菜，再收购2家商场，把所有孩子服装、玩具都给我带过来，再收购2家动画公司，我曾孙子爱看的动画片让他们使劲拍。是，我马上就去办。爸，这锦绣不是一直单身吗？这孩子该不会是假的吧？是啊，锦绣也太不懂事了，居然拿这种事儿来骗你。他要是敢找人来骗我，那我就打断他的腿，把他赶出石家。你紧张吗？我不紧张，老板你放心。老爷，来了！你个臭小子，居然敢骗我！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太爷爷！怎么回事？跟臭小子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。你就是我的太爷爷吗？太爷爷。小宝、小贝，叫人。太爷爷好。好，让太爷爷好好抱抱你们。爸，这俩孩子一看就是假的，你可千万别被他们骗了。是啊，爸，锦绣一直单身，突然冒出俩孩子，我看呢，8成是他找来的骗子。臭小子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爷爷，这真是您的曾孙，我怎么会拿这种事情跟您开玩笑呢？哟，那可不好说。爸，你可得擦亮眼睛啊。有了，爸爸，太爷爷的眼睛和我们好像啊。也对，这俩孩子不但长得像锦绣，连眼睛都一模一样，怎么可能有假？我说眼睛，他也说眼睛。爸，这眼睛像不代表就是呀。现在骗子的手段可高明了。这2个孩子一看就不是石家的种。姑父，你说不是，证据呢？我也是为了爸好，爸年纪大了，你还这么骗他，良心何在啊？走，太爷爷带你们去吃饭。好。这边。怎么办呢？这2个野种肯定是假的呀。能怎么办？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想要拆穿石锦绣，那还不简单？吃，就知道吃。哼！我让你吃完这顿，没下顿。你看这摆的多丰盛啊！来，小贝，来，这边坐。小宝，坐，坐这边啊。你们俩站着干嘛？坐呀！坐。都坐下吧。妈妈，这个吃饭的地方比我们家都大。妈妈，好香啊！妈妈，喂。好了，都是一家人啊，不必客气。开始吧，动筷。妈妈，这个怎么吃啊？这个叫牛排，妈妈只在电视里看过，听说很贵，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吃。
没事儿，吃的只是为了填饱肚子，用什么吃都一样。妈妈，我们用筷子吃吧。小宝说的对，我们就用筷子。哼，哪来的土逼？居然用筷子吃西餐，他该不会以为他是在吃路边摊吧？真是丢死人啊！这么贵的牛排，居然用这么廉价的吃法，这牛死的有点太不值了吧？阿宁啊，你是在哪个豪门出生的？怎么连牛排都不会吃呢？豪门？我看呐，是哪个山旮旯的吧？别以为攀上了10家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野鸡永远是野鸡啊！我们真的不是骗子。不是，那这2个孩子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该不会是和哪个野男人生的吧？你可要考虑清楚了，欺骗10家可是要坐大牢的。该不会真是骗子吧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可能给你丢脸了。这肉用筷子吃的，的确更香。你们觉得呢？锦绣，你这样做岂不是丢石家的脸？传出去，让石家的面子往哪儿搁？比起吃饭的工具，语言上的体面和礼貌，才是真正的修养。姑姑，你觉得呢？哎，这吃法新鲜呀，我得试试。爸，这大口吃肉的感觉就是过瘾呐！快吃。老爷子说的是，用筷子吃饭就是爽快。就是自己家里讲究什么规矩，当然是怎么开心怎么来了。还别说，用筷子吃就是痛快。哎呀，连吃饭都这么香，看来还真是我的曾孙儿了。通知石家所有人，除夕晚上回来吃团圆饭。我要正式介绍2个乖曾孙儿。是，老爷。介绍？老爷子该不会想把名下的股份都给这2个野种？爸，这俩孩子身份还没确认呢。就是，万一他们2个是来骗财的呢？那我们石家不是亏大了？传出去多丢人呢！够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小宝、小贝，来，过来，来，现在就在太爷爷家里住着，过2天太爷爷给你们一个大惊喜，好不好？谢谢太爷爷。怎么办？老爷子要是把那个股份都给那2个野种，我们不就什么都捞不到了吗？着什么急？好戏还在后头呢。你有办法了？我查到了江宁的资料，他就是个卖红薯的。他那2个孩子肯定不是石家的种。我已经把他们的头发交给了鉴定中心，请他们务必确保报告的真实性。到时候除夕宴上，老爷子雷霆大怒，石锦绣就等着滚出石家吧！啊！来，慢点喝。你没事吧？哥哥，要是老板是我们爸爸就好了，他人好，妈妈以后不用那么辛苦啦。有了，我们等会儿就这样。
抱歉啊，要不是为了陪我演戏，不然你也不用跟我住一个房间。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这是我分内的工作，老板你不用客气。妈妈，下雨了。爸爸，小贝害怕，你陪小贝睡吗？这俩孩子真是可怜，要不是睡迷糊了，也不会把我认成他爸爸吧。爸爸陪你们睡。来吧，睡觉。睡觉。天哪，我怎么睡到他怀里了？我不是在哄小贝睡觉吗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抱歉啊，我昨晚不小心睡着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什么都没干。没事，我也不小心睡着了。妈妈，我们已经洗漱好了，衣服也换好了。妈妈，我和哥哥能自己照顾自己，以后你就多休息，不要老为我们操心了。小宝小贝最乖了。这不是我以前丢掉的红绳吗？怎么在这儿？我的，找了他整整6年，也不知道他在哪。应该只是巧合，红绳而已，相似的多了去了。那我先去换衣服。啊，谢谢。今晚就是除夕宴了，检查结果能不能出来？报告出来了。我得赶紧交到老爷子手上。新年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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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年发财啊！太爷爷，小宝，太爷爷，小贝，太爷爷，哎呦，这2个孩子怎么长得……哎呀，怎么跟景修长得一模一样？哎呦，开什么玩笑！锦绣母胎单身，身边连个母蚊子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孩子啊？也对啊，太爷爷新年好！新年快乐，太爷爷！过年好！太爷爷，不会吧？真是锦绣的孩子？天哪，这办事效率也太高了吧！这才几天没见，这孩子就能打酱油了。祝太爷爷过年好！祝太爷爷身体棒棒，吃嘛嘛香，跟不倒翁似的，永远都不会倒。哦，谢谢，这是我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祝福了。太爷爷，这是小宝给您准备的礼物，希望您能喜欢。小宝呀，你太爷爷喜欢玉石和字画，这个太寒酸了，他才不喜欢呢。真是没见过世面，什么东西都敢往老太爷面前送。告诉太爷爷，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呀？这是中药，哥哥说太爷爷有点咳嗽，闻一闻草药香，身体就会舒服了。哟，还真是啊！嘿嘿，谢谢你给太爷爷送这么好的礼物。礼物胜在心意，并非价值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用金钱来衡量。不过，你说呢？讨好卖乖谁不会？老娘小时候也会。各位，今日是除夕，我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我石向海有曾孙子了！哎呦，没想到还真是石先生的孩子呀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所以我决定把我名下20%的股份、10栋别墅，还有2家玩具公司，都转给他们。什么？爸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真的要把石家交到这2个野种手上吗？别一口一个野种，不过他们是我的孩子，你说话要讲证据。哼，证据？这
就是证据。爸，您看，我已经查到了江宁的底细，他就是个卖红薯的。这俩孩子呀，就是他跟别人生的野种。你可千万别被骗了。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爷爷，阿宁只是出身不好，但她心地善良，品格坚韧，在我眼里比所有女人都好。爷爷，难道在你那里也只看出身吗？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说我。姑姑，就算阿宁是卖红薯的，但也不能证明小宝、小贝他们不是我亲生的吧？锦绣啊，你就别狡辩了，我已经让人做了亲子鉴定，报告已经在来的路上。什么？糟了，这下瞒不住了。师傅，麻烦您再开快点吧。是。我得尽快把报告送到老爷子手上。混账东西！你居然真的在骗我！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哎呀，爸！哎呀，爷爷，你看你把爸气成什么样了！等亲子鉴定报告来了，我看你还怎么狡辩！居然敢冒充石家的子孙，等着吧！报告来了，你就等着进监狱吧。是啊，爸，你千万别原谅锦绣，你差点啊就把股份转给这两个野种了。我看呐，他们就是来骗股份的，真不要脸！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你们有事冲我来，跟他没有关系。太爷爷，我们真的不是为了股份。太爷爷，你一定要相信我们，我们真的不是坏人，我们真的很喜欢您。你个野种装什么呢？真以为老爷子好骗呀？亲子鉴定马上就到，我看你们还怎么狡辩。来了，报告来了。老爷子，报告来了。爸，我就说不是嘛，你还不信？您看，江宁就是个卖红薯的，这卖红薯的还想生我石家的种，他也配？卖红薯怎么了？那也是靠自己的双手赚钱，靠自己的本事吃饭，那也很值得骄傲。就是妈妈卖红薯养大了我们，就是了不起，最爱妈妈了。小宝、小贝，谢谢你们。老爷子，报告你还没看呢，要不看一下再说？有什么可看的？这结果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？哎呀，要不把它给撕了吧，省得爸生气。去！哎呀，算了，就算接受不了，也无法否认他们根本就不是我的曾孙。哎呀，可惜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小宝、小贝真是我的曾孙儿，我有曾孙儿了！哈哈哈哈，之前许的新年愿望成真了。嘿，不对，曾孙的身份做不了假，但这江宁……爸，这结果到底是什么呀？那还用说吗？肯定不是亲生的。来人，把这两个小畜生还有那卖红薯的给我赶出去！我看谁敢！姑父，就算他们不是我亲生的，那也是我石锦绣的贵客。这里是石家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姓盛的来做主。爷爷，抱歉，是我骗了你，但这件事都是我做主的，和江宁他们无关。怎么回事？臭小子好像不知道小宝、小贝就是他的孩子，这事儿还得斟酌一下。是不是亲生的有什么要紧的？爸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两个孩子我非常喜欢，这几天给我带来多大的快乐，我就是喜欢他们，非常喜欢。爸，您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你混账！小宝、小贝，愿不愿意跟太爷爷一起回家呀？以后就在太爷爷家住下，我给你们买很多好吃的好玩的，好不好呀？谢谢太爷爷。
但妈妈说了，白吃白住是不对的，我们不能接受。小宝想和妈妈在一起。你把孩子教得很好，非常棒，谢谢你，小宝小贝，我非常喜欢，我很希望他们能多陪陪我。这样吧，江小姐和2个孩子一起来我们石家住吧。爸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失心疯了？明知道这个贱人是为了我们石家的财产，闭嘴！你愿意吗？老爷子人真好，老板也帮了我很多，让2个孩子多陪陪他们，就当是报答他们的恩情了吧。好，我们去。好，我们去。管家，老爷，立刻派人去收拾行李，把家里该置办的置办，不管是江小姐的还是孩子的，一点也不能疏忽。是，老爷。来来，嘿，哎呀，走，我们一起回家。老爷子是不是疯了？那不是石家的种，他怎么还当个宝贝供着？怕什么？假的真不了，只要他不抢我的财产，一切好说。哼！哎，江小姐，先住3个月可以吗？老爷子这么喜欢他们2个，是他们2个的福气，我怎么着都行。孩子是你的心肝宝贝，你一个人把他们养大确实不容易。要不这样，我让锦绣在公司给你安排一份工作，就当是还了孩子们对我的陪伴。是，爷爷。不用了，老爷子，你能喜欢他们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工作就真的不用了。这没什么的嘛，不用觉得亏欠。我们只是给了你一个工作的机会而已，能不能站稳脚跟，还得靠你自己呢。可是，难道你不想有更好的前途吗？给小宝小贝提供更好的条件吗？为了小宝小贝，再大的困难我也要上。好，我去。谢谢老爷子。那好了，下去休息吧。小宝、小贝，再见。太爷爷晚安。太爷爷晚安。哎，嘿嘿嘿，哎呀，老爷，查清楚了，和您想的一样，6年前在温泉酒店跟少爷发生关系的就是江宁小姐。当时我们给少爷下了药，就是江小姐走进了少爷的房间，我们的人又迷了路，所以江宁真的在卖红薯？是的，这些年她带着2个孩子也挺不容易的。石家的血脉不能流落在外，但江宁这身份，我想给他3个月时间，看看他的品性。如果他能在集团站稳脚跟，再让他进石家也不迟。可他要是贪婪自私呢？那就给他3个亿，以后就和我石家没关系了。您真是老奸巨猾，不，是老谋深算。这件事先别告诉那臭小子。公司那边多关照关照江宁，绝不能让外人欺负他。是。你好，已为您消毒加热，请放心使用。妈妈，这个马桶居然会说话耶！这叫智能语音系统。妈妈，这个水居然不用烧就是热的，这叫中央热水系统。那这个大盆是干什么的？这叫浴缸。小少爷懂得可真多。江小姐，我们来给孩子洗澡吧。哎，不用了，孩子们认生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谢谢你们。来洗澡吧。妈妈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妈妈好像崴到脚了。妈妈，你别动，我们去叫人。小宝、小贝，快回来！妹妹，保姆阿姨在那边。我们不找保姆阿姨，找老板，懂了吗？哦。老板，怎么是你啊？喊疼吗？
我今天先帮你用药揉一揉，如果明天还疼的话，就要去医院了。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温柔的对我。你手上这个红绳是在哪儿买的？这个其实不是我的，我带着它呀，是希望它的主人能看到，给我一个弥补它的机会。巧了，我之前有一条红绳，跟这个很像。是吗？对了，你对什么工作比较感兴趣？我只有高中学历，去你们集团做保洁会不会不够格啊？放心，交给我来安排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去接个电话，你早点休息。晚安，老板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行政部门新来的同事江宁。大家好，我叫江宁。同时，他也是我们石总的行政助理，大家欢迎。助理？周经理，你没搞错吧？我哪做得了行政助理啊？这可是石总的安排，放心吧，放心吧。助理，高中学历，还什么经验都没有，你哪个庙的派头这么大？宋总，石总已经同意了。我是行政总监，我说了算。你是哪个经理的亲戚吧？别以为进了石氏就万事大吉了。我告诉你，没门儿。宋总，百无一用的花瓶，他还想当锦绣哥哥的助理，他也配？让他去保洁部。可是。石氏集团什么时候开始以貌取人了？石总好，石总好。石总好。江宁做得好不好，要看他的具体表现以及学习能力，而不是以外貌来判定。宋总监，你说呢？可是，再让我听到类似的言论，直接以规章处理。是。来我办公室一下。贱人，想勾引锦绣哥哥，没门儿！老板，不是说让我当保洁吗？怎么变成您助理了？怕了？没有，我是觉得我是您带进来的人，如果我做不好的话，会给您丢脸的。放心吧，你连红薯都能考这么好，这个工作肯定也能做好，我相信你。行，那我试试。总裁，什么事？你让我调查的事情有一堆堆眉目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酒店的监控和记录都被人处理了，只找到了这2张照片。您能想起来是谁吗？老板是在找女孩子吗？他喜欢的人。就一个背影，你让我怎么认？是，我深刻反思。老板，那我也先出去了。有什么不懂的可以直接问我。哦，明天交稿。他的侧脸，倒是挺好看。真是刻苦啊，每天熬夜到这么晚，不抱怨也不气馁，好像还越来越有干劲了。学的怎么样？
周角说学得非常快，本职的工作都已经上手了，而且做事很谨慎，看样子是个当助理的好苗子。阿宁，这就睡着了？你看到的，他睡着了。我不是故意占他便宜的。啊？啊什么？去开车呀！是。江宁，没想到你还真是冲锦绣来的，你给我等着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呦！还不许动！把手举起来！去！小宝小贝来了以后，老爷您都年轻了好几岁呀，是吧？是，再过几年呢，老爷您都返老还童了，说不定还能娶个媳妇儿呢。说到底呀，这孩子还是自家的好，把别人家的总当成宝。爸，你可别忘本了。养不熟的白眼狼，小心被反咬一口。爸，我这也是为你好。这两个小野种处处讨好卖乖，我看呀，就是奔着您的股份来的。你千万别被人骗喽，还不如直接赶走算了。我看谁敢！嘿，小宝、小贝，你们想要什么，尽管跟太爷爷说，太爷爷马上让人给你们买回来。谢谢太爷爷。哎呦，哟，江小姐现在才起呀？该不会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吧？他不会赖在咱石家吧？不好意思，我睡过头了。江小姐是我们石家的贵客，她想多睡一会儿怎么了？你们两个有意见吗？哎，小宝小贝，我们来玩游戏。好。这个是什么？老虎。那这个呢？兔子。锦绣呀，这个女人身份低微，一个卖红薯的哪配进我石家的门？这种人呀，待在这里也是丢人。我看呀，不如直接赶走算了。这就不麻烦我们姑姑操心了。我也是为你好。来，我们继续。这是什么？大。这个。可。这个。不。必。连起来。大可不必。这不识好人心。走。对了，我昨晚是怎么回来的？妈妈，昨晚是老板抱你回来的，你睡得可沉了。是啊，你还抱着老板的脖子不松手呢。什么？老板抱我回来的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？所以是老板把你放床上的，你还抓住老板的手不让老板走呢。对不起啊，我最近可能有点太累了，睡得有点沉。没事。张总的合同急着要，你去找石总签字。走过流程了吗？江宁，我是你的领导，让你办个事儿，你还跟我讲条件是吧？现在立刻马上去签字，耽误了采购，你负责得了吗？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哼，江宁，你就等着被开除吧。进。石总，这里有份合同需要您签字。江宁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，宋总？出什么事了？让你拿合同找石总签字，你居然私自修改金额，这下好了，公司直接损失了3000万。什么
3000万！哇塞，这江宁怎么回事啊？居然犯这么大的错误！一个高中学历能干什么事儿啊？也不知道是谁塞进来的，真晦气。出什么事了？闹哄哄的。我不管，这个合同是你们石氏集团最终签字的版本，我就要按这个版本执行。3000万，要么给钱，要么给货，不然咱们走着瞧。哎呀，张总息怒，江宁做事一向很谨慎，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隐情啊？隐情？管你什么隐情，给钱！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这个合同是当时你给我的，从始至终我什么也没动过。没有，那金额为什么会变？我看就是你操作失误，拿错了合同。我不知道，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调监控啊。你当公司是你家开的，你想查就查。江宁，我看你就是想推卸责任吧。太过分了，他自己犯的错，居然还想赖掉。就是，3000万又不是一笔小数目。自己学历低，就好好的扫大街，来石氏逞什么强啊？当我们这儿垃圾场啊？我不管，今天必须赔钱，要不然我就赖在这儿不走了。哼！总裁，您还看戏呢？还不去帮帮江小姐啊？怎么？你看她被欺负了，你不忍心啊？啊，我不敢。她可是江宁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，你凭什么就认为她不能处理好这件事情？说得好，说得好。爷爷，您怎么来了？谁也别过去，先看看江宁自己怎么处理。是。江宁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如果宋总非要给我扣帽子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不过，我想问问宋总，您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啊？你损害公司利益，自然要开除处理。那张总的损失呢？说到底，这件事是我们的错，我会和张总协商，把3000万的损失降到1000万。差这么多，张总能同意吗？1000万，1000万怎么能行？咱们之前说好的，1000万，看在宋总的面子上，1000万也不是不行。那这样，咱们今天就拍板，1000万，今天就把钱打给我，明天就不是这个价了。不愧是宋总，业务能力这么强。是啊，要不是宋总，咱们石氏的损失可就大了。不仅是损失大了，就连月绩效奖金也都没了。不像有些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拖我们后腿。就是。怎么样？没话说了吧？没了。行啊，保安，立刻收拾这个贱人的东西，把他给我赶出去。开除，实在太过分了。站住！刚才不是还说相信他自己能解决吗？你就这么急不可耐？我哪有？你有。慢着，宋总，您确定不再看一眼这个合同？有什么可看的？我记得清清楚楚的，多了3000万。你是想耍赖吗？是吗？那为什么合同上只有4800万？什么？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记得分明是我分明拿了错的合同给他，怎么又变成正确的了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，不是说上面的金额是错的吗？可江宁拿的是对的呀。这也太奇怪了吧？是你，宋总，公司的规章制度摆在这儿呢，我总不能视而不见吧？你好，是法务部的同事吗？我有个合同想跟你们确认一下。石总，这里有份合同需要您签字。从始至终，我给石总签字的都是通过公司审核的正确的合同。什么？这个贱人居然没有上当！我就说他一定可以的。也不知道刚谁急吼吼的，非要说上去帮忙。既然他自己能解决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下个月宋家晚宴带着江宁一起参加吧。这宋家的晚宴为什么要带阿宁？是爷爷，
我会转告他的。江宁是小宝小贝的母亲，也是我石向海的贵客。以后不管你有多忙，江宁你要保护不了，就别回家了。是，爷爷。宋总，你连合同都没看过，怎么就能断定这里的金额一定是错的呢？难道你一开始给我的就是错误的合同？宋总，你是怎么知道这金额就是错的？还用说吗？肯定是有人故意想拉阿宁下水。你胡说什么？没有的事儿，是不是你在搞鬼？这不关我的事儿啊！我可什么都不知道。这是宋总，他说这金额是错的，你们要找他。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明明是你告诉我金额是错的，我才来找江宁的。你别倒打一耙啊！哎，不管了，现在必须推在他身上，我才能全身而退。哎，我说宋真真，你这不要脸的骚货！那当时明明是你跟我说想要把他赶走的，你当时说事成之后给我2000万，我才要跟你干的。哎，你怎么就这么贱呢？天哪，宋总是故意的。那他为什么要陷害江宁啊？太歹毒了吧！这可没我什么事儿啊，这是你们石氏集团自己的事儿，你们自己解决啊。张总，你准备去哪儿啊？陈经理，我家里还有点事儿，着什么急啊？先去警局喝个茶，再回家也不迟。这不关我事儿，这。石总好，锦绣哥哥，这不关我的事，都是他，是张总，是他干的。宋真真公然违反公司制度，现降薪降职处理，去后勤部报道吧。锦绣哥哥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没错，是江宁。再多说一个字，直接开除。江宁为人低调，处事谨慎，为公司避免了重大损失，现破格提前转正，以示嘉奖。转正？我真的转正了？怎么，你不高兴？快谢谢石总。高兴，谢谢石总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江宁，恭喜你啊！是啊，你太厉害了，才1个多月就转正了。江宁，你给我等着！少爷回来了，有你！要是他们真的是一家人就好了。老板，你回来了。吃苹果吗？啊。哥哥，计划开始。老板，妈妈，家里有电影院，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不好？小宝、小贝，老板很忙的，妈妈陪你们去看好不好？好。你们怎么知道老板好久没看电影了？走，看电影去。他人真好，要是他真的是孩子们的爸爸就好了。妈妈，老板家里的电影院好大呀！妈妈，等我长大了也给你买别墅和电影院。谢谢小贝，不过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呀？你们不想爱在一起吗？要换吗？不用，这样做妈妈跟老板才能培养感情呀。妈妈，电影开始了。妈妈，怎么了？哥哥，大人亲吻，小孩子不能看哦。哦。那个，一直没有机会问你啊，小宝、小贝他们的爸爸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不告而别了吗？没有，我跟他本来就是一场意外，也许他并不想对孩子负责，所以我也没有找他。他怎么能这样？
小宝小贝这么可爱，我简直心都要化了。他应该更喜欢才是啊！居然做出这么不负责任的事情，简直是渣男、禽兽、败类。没有，我没有怪他，没有他，我们不是过得很好吗？那，你不想找他了吗？不找了。3个月之后，我就会带着小宝小贝离开。我可以赚钱养活他们。或许，我可以试一试。小贝，来。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女人。哎，上次你在办公室找人，是找的这条红绳的主人吗？嗯。女孩子？对，但其实我连她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，甚至我们都不互相了解，只是我想弥补她，仅此而已。江宁，你在想什么？他是老板，是石家的继承人，不是你能肖想的。老板，我是第一次来这种场合，一会儿我万一给你丢脸了怎么办？别怕，有我在。哇，石总身边的哪家千金啊？长得可真漂亮。这是第一次看到石总在公开场合带女伴出场，该不会是石总的未婚妻吧？闭嘴！锦绣哥哥喜欢的人是我，我才是他的未婚妻。哎呦，宋小姐呀，你的美梦怕是要破碎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宋小姐不知道，这个女人叫江宁，还带着2个拖油瓶，已经恬不知耻地住进石家了。什么？老板，我想去个卫生间。去吧。你说什么？江宁这个贱人居然住在石家！是啊，宋小姐，她带的那2个野种啊，把老爷子哄得高高兴兴的。你看，就是奔着我们石家的财产去的。只可惜呀，我们人微言轻，也不好说什么。但是近水楼台呀，江宁那个狐狸精，万一把锦绣勾到手，你可就没机会了。一个卖红薯的也想踩在我头上，贱人，没门儿！贱人，早知道你没演好戏，我警告你，立刻马上从锦绣哥哥家搬出去。宋真真，你搞清楚，是老爷子让我们住在石家的。哼，你要是想走，老爷子会不让你走？我看你就是想勾引锦绣哥哥。你有病吧？我走不走关你什么事啊？我今天就让你看看，到底关不关我的事！哎呦，真真，真真，哎呦，真真，你没事吧？爸妈，这个贱人他推我，还打我。还好吗？谢谢老板的衣服。怎么回事？这个丫头怎么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？你谁呀？好端端的，推我女儿做什么？我没有推你的女儿，是她先要动手打我，我才挡回去。你要是没做错事，她为什么要打你？我看你就是欠打。你，宋董事长，照你这么说，你女儿摔倒也是咎由自取，她就是欠水。你，妈，爸，就是这个贱人，她叫江宁，就是她害我被降职，她现在还住在石家。哼，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等着，爸给你主持公道。石总，你们石家不是要和我们宋家联姻吗？你带着这个狐狸精，
来砸我们宋家的场子，你让我们宋家脸面往哪儿放啊？是啊，锦绣，老爷子之前还说要聊聊你们联姻的事呢。联姻？爷爷只是有意向而已，就没有说定下来。我怎么就不能带女伴了？再说了，两家能不能联姻还没有定论。你什么意思？锦绣，你这是要悔婚呀！锦绣哥哥，你当真要为了这个贱人，放弃石宋两家经营多年的关系吗？严重了，就事论事而已。贱人，你到底给锦绣哥哥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他这么护着你？我今天要是不收拾你，我就不姓宋！宋董事长，你要是管不好女儿，不介意取而代之。你石锦绣，你欺人太甚！珍珍，你放心，爸爸妈妈给你主持公道。还讨回什么公道啊？锦绣哥哥都不要我了，那个贱人都要嫁进石家了，我不管，我要他滚出石家，让他死！珍珍，什么死不死的？你别胡说了啊！哭什么哭？哭了，那石锦绣就能回来了。爸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办法？等石家来找我们联姻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如今之计，只有生米煮成熟饭，这样的话，你就能安稳地坐上石太太的位置了。你先在这儿换衣服，我去招待一下客人。好。先生，这是你要的酒。先生，您是不是醉酒了？要不我带您去房间休息吧。先生，您喝醉了。哎，先生，快抓住他！衣服，老板的衣服，我忘了还他了。老板，哎，他妈的人去哪儿了？走，去那边看看。走。老板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我被他们下了药。下药？我现在就去给你找医生。你等我一下。啊！老板，你别这么看着我。阿宁，可以吗？
这是。昨晚昨晚只是一场梦。老板，你喝醉了，我也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就这样。就这样？老板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我也不需要你负责。真的，石家待我很好，老爷子也待我很好，要不是他们，我也不能进石氏集团，我怎么能为难他呢？不需要我负责？真的没关系，你不要有心理负担。可我偏要负责呢。啊！走，跟我回家。什么？你要结婚？还是和一个摆摊卖红薯的、带2个拖油瓶的土鳖结婚？锦绣啊，你是疯了吗？我没听错吧？老板他要娶我？臭小子，你发什么疯？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要结婚？爷爷，我从来没有比此刻更清醒。我要娶阿宁，以后只对她负责。锦绣啊，你可千万别被骗了。有些狐狸精啊，表面上是对你好，实际上就是冲着我们石家来的。你可千万别着了道啊！哼，一个摆摊的也想嫁进石家，做什么春秋大梦呢？是我要娶阿宁的，你们有什么冲我来，说他干什么？我们也是为了你好嘛。宋家联姻就在眼前，你突然被一个摆摊的迷得五迷三道的，这不是打石家的脸吗？就是放着宋家的千金不娶，娶个二手货，傻子也不会这么选吧？够了，什么二手货，说话注意点。哎呀，爸，我们也是为了石家好呀。你想，江宁呀，带着2个野种，要是结婚了，那不得赖在石家了？哎，万一以后要是霸占石家的财产，那我们石氏集团不得更名换姓了呀？2个野种一看就不是好东西，爸，你可别被骗了。闭嘴！小宝小贝是我的心头肉，谁再敢说他们不是，就给我滚出石家！爸，我才是你亲生女儿呢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？这门婚事我不同意。姑姑，我的婚事还轮不到你来同意吧？锦绣，你难道就不怕丢脸，不怕和宋家闹僵吗？我是石氏集团的总裁，谁敢让我丢脸？我只知道我要娶阿宁，心意已决。你真是冥顽不灵啊！锦绣啊，有件事你是不是忘了？你要是娶了江宁，那个女孩呢？是啊，你不是一直在找那个女孩吗？难道不打算对她负责啊？那个女孩是老板喜欢的人吗？锦绣呀，我知道你娶江宁是事出有因，但那个女孩她是无辜的呀，你怎么忍心让她受委屈呢？万一这些年她也一直在找你呢？老板，既然你有喜欢的人了，那你就该牢牢抓住他，你不用管我。阿宁，我分得清楚什么是愧疚，什么是喜欢，我要的只有你。就算找到他了，我对他也只是弥补，这和娶你是两码事。爷爷，我心意已决，您究竟是怎么想的？江宁的确不错，但结婚是一辈子的事，现在考察还没结束，不能早早论断。这件事再等等吧。为什么？行了，我的话你都不听了。好了，小宝小贝午睡快醒了，散了吧。慢走啊，爸。爷爷。
怎么回事？老爷子居然没有拒绝，他该不会真的同意这门婚事吧？切，老东西年纪大了，这想法是越来越难猜了。不过什么？不过我要是真的坐以待毙，这件事就板上钉钉了。所以，我们得想个办法。阿宁呢？江小姐说，以后她自己去公司了，就不和总裁您一起了。她没和您说吗？老板，我先去上班了，以后就不麻烦您了。谢谢您这段时间的照顾。他这是在跟我避嫌吗？阿宁，你真不用这么懂事的。啊！你看什么看？开车！石总早。早。我给你带了早餐，你吃不吃？石总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阿宁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你是我闺女，我怎么不能来？啊，对了，我找到小宝小贝的爸爸了。哎呀，有出息了，居然在这么好的地方上班，工资是不是不错？妈妈最近输钱了，给妈妈借点呗。妈，哎呀，妈，我正在上班。哎呀，我看看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们去那边。妈，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？你找到了小宝小贝的爸爸？真的，我是你妈，还能骗你不成？小海，小海，快进来！妈，你是在叫我吗？他就是小宝小贝的爸爸，方四海。他6年前也是在那个酒店，他说了愿意给你30万的彩礼，把你娶回家。宁宁是吧？长得真不赖。你真的是小宝小贝的爸爸吗？那还能有假？这些年亏欠你的，我一定会弥补你的。放开！你们娘仨放心啊！你干什么？哟，原来是情郎找上门了。江宁，你一边吊着锦绣哥哥，一边和别的男人私会，你可真够水性杨花的。把石氏集团当什么了？钓凯子的大本营吗？真够不要脸的！怎么回事？他怎么长得有点像我去世的男人？感觉还有点亲切。你谁啊你？你谁啊你？敢这么跟我们宋氏集团的大小姐说话？宋氏集团的青衣小姐，鄙人方四海，幸会幸会。难不成他是宋家的孩子？江宁，我看你还是辞职算了，早点回家嫁人吧，免得在这儿丢人现眼。就是，趁年轻多生2个孩子，看清楚自己的身份。你呢，也别缠着石总了，石总是我们宋小姐的。走吧，宁宁，那个回去我们领证啊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妈，把你女儿嫁给我好不好？我一定会对你。干什么？谁呀你？沉默！把他们2个给我赶出去！是。这干什么？出去！你谁呀你？这可是我闺女。闺女？是你闺女，还把她往火坑里推！沉默！送人！你放开我！走！宁宁，记得看小心我的残缺党呀！你一定要来啊！出去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一点小伤，不碍事。锦绣哥哥，江宁这个贱人，他脚踏2只船，男人都找到公司来了，分明就是在玩弄你。都流血了，这还小伤？去办公室。锦绣哥哥，江宁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老板，我自己来吧。别动！你真的要跟那个所谓的小宝小贝的生父见面，然后跟他结婚吗？没有。但如果他真的是小宝小贝的爸爸，是孩子的生父，我会试着跟他相处，然后什么？然后和他修成正果再结婚，给小宝小贝一个家了？老板，
别叫我老板，我不想当你老板。可这才是最好的结果，不是吗？我知道你娶我就是为了负责任，我们的身份天差地别。我娶你不是为了负责，阿宁，我求你，别去，好不好？总裁，人已经送走，我把自己送走。不好意思，刚刚是我失控了。和什么人见面是你的自由，我不该干涉你。没事，我先走了。总裁，我说过要给他自由，不过我也去吃顿饭，总没问题啊？去查一下江小姐今晚的行踪，去哪个餐厅吃饭，然后马上告诉我，快去。明白，马上就去办。马上就去办。直接问江小姐不就行了吗？恋爱中的男人脑子不太好使。哎，总裁，这么远，应该听不清他们在讲什么吧？找个会读唇语的来。啊，是，我现在给您打海捞针去。方先生，我让您带的体检报告，您带了吗？当然带了。不过你看那玩意儿也没什么用啊。你要是想知道我那方面行不行，我可以亲自告诉你呀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验几次绝对没问题。我前任，我前任，前任以及前任，那对我都是包满意的呀。你结过婚？那当然，没有娘们怎么过日子呀？不过你放心，他们都死了，以后啊，咱俩好好过。都死了？怎么死的？病死的呗。不过我前任不是，我前任是因为我欠下的赌债被人打死了。你还是个赌徒？哈哈，不要羡慕哥，哥以前在桌上赢钱的时候确实是帅。不过以后你可不用上班了，在家给我生个儿子，老子养得起你们。不敢，我可不想早死。你说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方先生，现在可以把体检报告给我了吗？行，给你呗。你不是小宝小贝的爸爸，你不是小宝小贝的爸爸。宁宁，你说啥呢？你别耍了。你是 O 型血，我是 A 型血，我们不可能生出 AB 型血的孩子。你在骗我。你要我体检报告，原来是查我血型啊。不过你挺聪明，可是那又怎么样？不过你还是得乖乖的跟我走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疼你的。放开！走！放开我！跟我走！放开我！加油！陈某在，把他给我送到警局，让他牢底坐穿。是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路过，刚好就看到这一切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方四海，他不是小宝小贝的爸爸。真的？我就觉得他不配当爸爸。不过他不是你妈带来的吗？怎么会是假的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接，快接呀！喂，宁宁啊，
喂，妈，那个方四海是假的，他根本就不是小宝小贝的爸爸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那个人不是你带来的吗？是他自己找到我的，说什么那些年他一直在找你，还说什么要为2个孩子负责什么的。我也没多想，就带他去见你了。以后别再轻易相信人了。哎，等等，宁宁，这个我好久也没有见到小宝、小贝他们了，你带他们回来好吗？知道了。我已经照你们说的办了，你们可是说过的，你们绝对不能伤害小宝、小贝他们。说，江宁和孩子的爸爸在哪儿认识的？既然假的不上当，那我就把真的找过来，到时候我看他怎么嫁进石家。6年前，在风月山庄的一个温泉酒店。温泉酒店？那不锦绣住的酒店吗？难道说，那天晚上和锦绣在一起的女人就是江宁？难怪老爷子的态度那么反常，他这是看了亲子鉴定报告，知道了2个野种是石家的种，在跟我们演戏呢。石家的财产难道真的要给那2个野种？给不给，还得我说了算。你有办法了？江宁不是要带小野种回家吗？到时我们就……只要2个小野种在我的手上，他还不乖乖就范？妈妈，我想外婆了。我也是。没事，我们一会儿就能见到外婆啦。嗯。我操！谁在开车？追车呀！妈妈，那2个叔叔也太傻了吧！不是叔叔傻，是妈妈最聪明了。喂，阿宁，你们到了吗？还没呢，刚刚路上出了点状况，小宝、小贝被人绑架了。什么？小宝、小贝被绑架了？你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全程找人。喂，怎么挂得这么快？我还没说完呢。喂，妈。宁宁啊，他们的人终于走了，我终于可以告诉你，你可千万别回家。妈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是他们威胁我的。啊，对了，他们还说那个什么6年前。什么6年前？哎呀，就是你被追债的人下药，然后逃到风月山庄温泉酒店的那一天。我听他们说，跟你在一起的人叫什么锦绣。你说什么？他们说小宝、小贝就是锦绣的儿子。你说什么？小宝、小贝被绑架了？是。老爷子，老爷子，你怎么样？爷爷，你怎么了？你一定要找到他们，确保他们的安全，不能有半点闪失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你一定要啊！爷爷，我明白了。不，你不明白。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他们就是你的亲生骨肉啊！你说什么？6年前，温泉酒店的女人就是江宁，她就是你一直要找的人。我看了亲子鉴定，我才知道，你一定要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呐！爷爷，我明白。
立刻封锁全市交通，发动所有资源寻找小宝小贝。10分钟以内，我要知道所有消息。总裁，您确定小少爷和小小姐被人绑架了吗？什么意思？我这查到江小姐正开着车，带着小宝小贝朝石家的方向来啊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阿宁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我一直找的人就是你。我也是才知道，锦绣，谢谢是你。嫁给我好不好？我还有不嫁这个选项吗？没有，门都没有，窗户也没有。爸爸，爸爸，你真的是我们爸爸吗？对，小宝小贝，对不起，之前爸爸都不知道你们的存在，是爸爸疏忽了你们，以后一定尽力弥补你们。锦绣哥哥，这2个野种叫你什么？爸爸！锦绣，你可是要娶真真结婚的，怎么可以认这2个野种当儿子？你说出去，不怕别人笑话？是啊，锦绣，我们今天来是谈2家联姻的事情，你这样不清不楚的，我们怎么放心把女儿交给你们呢？是他，宋家夫人，这个宋真真居然真的是他女儿。咱俩真是有缘分，不但住进了同一家医院，2个孩子还是同一天预产期，而且呀，还都是女孩。哎呀，是啊，这衣服你一套，我一套。等孩子出生了，给他们穿上。哎呀，好漂亮啊！谢谢你啊，宋夫人，到时候啊，我一定给我的小宁宁穿上。这个人好眼熟啊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联姻不必了。锦绣哥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少爷，少爷，老爷子在叫你们呢。他说担心2个孩子，让你们先进去。走吧，我们进去聊。老爷都来了。嘿，太爷爷，太爷爷。我的心肝宝贝儿，幸亏你们没事儿，不然我这把老骨头就交代在这儿了。太爷爷，我们没事，你不用担心。以后就乖乖待在太爷爷身边，哪儿也不准去，听见了吗？知道了。待下去，好好休息。告诉厨房做点好吃的，务必给我小心伺候。是，老爷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计划成功？什么成功啊？姑姑，你怎么不说了？没什么，我也是担心2个孩子的安全呢。没想到这么快就救出来了，是吧？运气真好。绑匪抓住了吗？爷爷，已经派人去抓了。敢动我石家的人，抓到了务必带回来。我倒是要看看什么人胆子这么大。我们还有事儿，你们先聊吧。老爷子，这家可真有钱。老爷子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刚刚那2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孩子？我和阿宁的孩子。不可能，锦绣哥哥，你才认识江宁多久？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孩子啊？哦，你为了和他在一起，真是什么谎话都说得出来。锦绣啊，你可是要娶真真的，怎么能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呢？别的女人又怎么样？我家宁宁啊，长得漂亮，人又勤快，凭什么不能和石少爷在一起？
你说她是你的女儿？是，宋夫人，好久不见。你是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张芳。哎，当年我们2个一起在医院生孩子，2个孩子还是同一天出生的呢。是，宋夫人，你送宁宁的衣服，我到现在还留着呢。妈，你认识宋夫人？认识。居然和这种穷酸货同一天出生，老天爷，你可真会羞辱人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张芳的女儿会长得像我，而珍珍不可能？一定是我想错了，一定是。好了，今天是来聊珍珍婚事的，扯那么远干嘛？老爷子，虽说之前2家的婚事没有定下来，但联姻的事是商量过的，你们10家可不能对不起珍珍呐。爷爷，我说过，我这辈子只娶阿宁。6年前是她，现在也是她。难道你想看到小宝、小贝他们没有妈妈吗？哼！自古以来，娶母留子的多了，豪门里面有2个私生子也正常，我们也不是不能接受。是啊，如果那2个野种，不，孩子是锦绣哥哥的，那我也会当亲生的对待的。老爷子，一个卖红薯的和一个千金小姐，你应当知道怎么选吧？爷爷，如果你非要我娶别的女人，那我只能和石家断绝关系了。你真是越来越过分了！你怎么回事？哑巴了？说好了来给珍珍讨公道的，你怎么一句话不说？我愣神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先去趟卫生间。你没用的女人！我也去一趟洗手间。她真的太像了。这衣服我买了2件，你1件，我1件。到时候孩子出生了，给他们穿上。不对，那个时候2个孩子穿的是一模一样的衣服，我医护士搞错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宋夫人，您没事吧？可万一是真的呢？万一我的孩子被弄错了，从小不在父母身边，一直颠沛流离怎么办？我没事，刚刚只是头晕了。谢谢你啊，江宁。您客气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江宁，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？家里虽然不算太富裕，爸爸去世的也早，但妈妈还算很疼爱我的。谢谢您的关心。还是那句话，宋家还没有和石家联姻，以前不会，现在不会，未来更不会。为了一个摆摊的烂货，居然要放弃我们宋家！锦绣，你当真不怕别人戳你的脊梁骨吗？那就不劳宋伯伯操心了。哦，不过话也说回来，我还得感谢宋伯伯，如果不是你们给我下药，我还没有这么快能娶到阿宁呢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石家想辜负我宋家，没门儿！这门婚事必须答应。老爷子，你是怎么想的？这件事啊，我再考虑考虑。爷爷，老爷子，够了！再等上几天怎么了？散了吧，我累了。江宁，我们走着瞧。珍珍，你也别生气，瞎了你的狗眼！什么破烂货，居然敢碰我！就你那低贱的烂手，碰一下，我都嫌脏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希望只是我的幻觉。阿宁才是我的孩子，阿宁才是。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宋夫人。哎，等一下，江宁，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？
想他干什么？没什么。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？有件事情还没做。什么呀？你干嘛？别让孩子听的。孩子，我来的时候已经在侧卧睡着了。阿宁，明天有件事情一定要去做。什么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锦绣，你带我来这做什么？结婚啊！可是老爷子还没松口呢，万一他要你娶宋小姐怎么办？我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？我的婚姻我做主，阿宁，你愿意吗？嗯。走。恭喜二位新婚快乐！天哪，我真的结婚了，这种感觉好不真实啊！来，靠近一点儿，来看镜头。哎，好。老婆，新婚快乐！新婚快乐！哇塞，我没看错吧？石总牵的是江宁的手。这是什么惊天大瓜？他们俩居然领证了，石氏集团有老板娘了！什么？老板娘？这个季度大家都表现不错，下个季度继续努力。财务部说一下情况。是，本季度财务。等一下，老婆，可以帮我倒杯水吗？老婆，天哪，江助理居然是老板娘！天哪，上个班还要被塞满嘴狗粮，月薪呐，月薪！你干嘛在公司啊？叫我江助理。知道了，老婆。可到了，可到了！这也太甜了吧，哥死我算了！我不会放弃的，咱们走着瞧。哎，锦绣，我们就这么领证了，老爷子不会生气吧？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事的。爸爸妈妈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，早点生弟弟妹妹啊！谢谢宝贝们。爷爷，我和阿宁已经领证了，宋家那边你帮我拒绝了吧？宋家那边你帮我拒绝了吧？臭小子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居然这么草率，你觉得对得起江宁吗？我还以为你不会同意呢。我说我不同意了吗？那天宋家人在场，我要直接说不同意，那大家面子上都过不去。我正在思考万全之策呢，谁知道你小子这么会来事儿，直接带着江宁把证领了。原来是这样。谢谢老爷子。该改口了。谢谢爷爷。哎，来，把东西拿上来。这是我们石家送的彩礼，6台豪车，10套别墅，以及现金6800万。不用了，爷爷，这太多了。你给我们石家生了小宝小贝，这是你应得的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不用客气。收下吧。那，谢谢爷爷。下去吧。爸，你老糊涂了吗？花这么多钱娶一个卖红薯的，你也不嫌丢脸？是啊，我都没脸出门了。都给我闭嘴！以后江宁就是我们石家的儿媳妇儿，谁要再敢对她说半个不字，你看我答不答应？总裁，绑匪已经抓到了，要带进来吗？管家，带上来。
我倒要看看什么人这么大胆子。来，带进来。说，什么人指使你们的？说，什么人指使你们的？给你们机会是让你们说话，再不开口，直接送给警局处理。你们可想清楚了，有些话一旦出口，有些东西就不是你们的了，懂吗？是我们图财，才帮这2个孩子的，没人指使我们。对，没人指使。是吗？小宝、小贝住在石家，这件事情没有外人知道。如果没有人给你们透露消息，你们怎么会知道？还不从实招来！我们是在除夕宴上看到老爷子很心疼2个孩子，这才动了歪心思。对，阿宁，妈，您怎么来了？还带了只鸡呢。这土鸡最滋补了，我是特意送给老爷子的。有心了啊，谢谢。哎呀，我是看了朋友圈才过来的。你们既然已经领证了，什么时候办喜酒呢？快了，妈。那就好。你们就是那个绑我的人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老爷子，就是他们胁迫我，让我把孩子骗回来，然后绑架了他们的。之前我不认识你们，不知道你们到底想干什么。我现在知道了，你们是不想让我的女儿嫁进石家呀！你胡说八道！你胡说八道！爸，你个下贱货色，也敢在石家撒野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撵出去！我还在这儿。姑姑，你想干什么？锦绣啊，我还不是怕你被人骗了。这种货色呀，瞎话张嘴就来，你可千万别相信他。我压根儿不认识这个人。哎呀，这就是在污蔑。对，污蔑人呀，可是要坐牢的。我看呀，就别跟他废话了，把他抓起来，直接送去警局。来人！好了，动不动就抓人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要讲规矩。爸，我这也是为了石家好呀。这些人为了钱无底线呐！你就是被他们蒙蔽了。你们可真不要脸！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开回来的车是那2个绑匪的，上面的行车记录应该会有证据在。还是你聪明。陈默，总裁，赶紧去车上把行车记录仪弄下来，把视频传给我。是。哎，这怎么办呢？慌什么？有没有证据还不一定呢。更何况我是石家的女儿，就算老爷子再偏心，又能把我怎么样？总裁，视频已经发你手机上了。300万，做不做？400万就绑架这2个小东西是吧？到时候把人带到我面前，我来和江宁那个贱人谈。他要是不嫁石家，我就把孩子还给他；他要是不肯，那就等着替他孩子收尸吧。这下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爸，这是合成的，这绝对是合成的，我怎么可能说这种话嘛？怎么，你们宁愿相信外人，也不相信我们？你们太过分了，竟然对孩子下手！你们还不说是吧？是他，就是他，是他指使我们，让我们绑架，然后说给我们一笔钱。对，就是他们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爸，我这也是为了石家好啊！石家怎么可能娶一个摆地摊的呢？说不定这2个孩子也是他和别人生的。就是，亲子鉴定也可能是假的呀。为了石家，你就可以公然绑架；为了石家，你就可以找假的男人来演戏是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方四海已经招了，他说是你让他冒充我去骗阿宁的。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份上，我也没必要再装了。对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那又怎么样？要不是这个老不死的偏心，我至于这样吗？就算我策划了绑架，就算我让人来演戏，那又怎么样？我是石家的大小姐，有本事你们报警抓我呀！啊，我看你石家丢不丢得起这个人！有本事你们来抓我呀！混账！
你们做出这种事儿，还以为我会纵容你们吗？来人，把这2个混蛋给我送到国外去！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回国！是。爸，你不能这样！爸，走，放开我！放开！你别动我！快点自己走。陈默，把他们2个送到警局，调查清楚后，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。是。走。阿宁，妈有点事儿想跟你说，你能不能出来一下啊？妈，你怎么吞吞吐吐的？有什么话不能直说？我也不知道。哦，对了，你还记得上次那个宋夫人吗？你是说宋真真的母亲？对，她昨天给我打电话，说想邀请你到宋家去玩，大概是想解除你和宋真真的误会。你愿意去吗？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居然还邀请江宁那个贱人，她那么低贱，也配进我们宋家的门？是啊，妈，你怎么想的？不行，现在鉴定结果还没出来，万一只是虚惊一场呢？我只是觉得石家和宋家再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所以把他们邀请到家里来，把话说清楚。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。就是，等他来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敢欺负我的女儿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还是爸对我好。哼，够了！今天他们是客人，你们要是再这么没分寸，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，别怪我翻脸无情。你，妈，他疯了吗？他怎么向着那个贱人啊？别怕，还有爸呢，爸一定替你出这口恶气。你要是现在不想去了，我们现在就打道回府。妈不是说，我出生第一件衣服就是宋夫人送的，就冲这份恩情，我也要去啊。我陪你。来了。你是江婶是吧？哎呀，孩子出生那会儿我在医院见过你，你在照顾宋小姐呢啊？是。宋夫人，你们来了呀！来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哼，贱人！你抢走了我的锦绣哥哥，现在还敢来我家，胆子挺肥呀你！真真，好好说话。江婶儿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连茶也不会倒了？江婶儿这是怕饿人。你要喝茶是吗？我亲自端给你。真真，你怎么回事？宋真真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了？要不是这个贱人，你能悔婚？我告诉你，我永远都不会祝福你们的。我希望江宁这个贱人能早点死。你真是不可理喻！既然宋家不欢迎我们，那我们走。哎，等等，那个江小姐衣服湿了，要不换一件再走吧？要不然风一吹会感冒的，这样不好。妈，那就换了衣服再走，你去吧。那麻烦宋夫人了。跟我来吧。胎记，原来真的有胎记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哎，姐姐，这孩子右肩上的胎记怎么没了？胎记？我怎么不记得我女儿肩膀上有胎记？那可能是我记错了。
宋夫人，您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们出去吧。夫人，这是有人送来的，说是要亲自交到您手上。到了，今天终于到了。你先带江小姐出去，我等下过来。是。哎，对了，你把老爷也叫进来。是。这边请。老天爷，千万不要跟我开玩笑，真真就是我的女儿，希望一切只是幻觉。江宁是我女儿，江宁居然是我的女儿。真真不是，江宁才是我女儿。你怎么回事？就这样放江宁走了？我等着教训他呢。你怎么哭了？你不觉得江宁像我年轻的时候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意思，江宁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？我也觉得不可能，可这都是真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那个卖红薯的下贱货，怎么可能是？哎，是不是这报告弄错了？是不是这报告弄错了？不可能，这是我的人一直盯着做的，不可能有错。有错的话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两个穿着同样的衣服，是别人报错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对了，当初照顾真真的是江婶儿，她会不会知道些什么？我现在就去问她。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没错，就是我干的，是我偷偷把你的孩子跟张芳的孩子调换了。你们满意了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生而为人，凭什么你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而我只能做个下贱的底层人？我就是想让你们痛苦，让你们也尝尝我们穷人的滋味。贱人，我宋家待你不薄啊！你居然做出这种事！20几年了，你隐瞒了我们20几年，你让我和我的女儿生生错过了这么久，这都是报应！报应，你们懂不懂？把这个贱人送到警察局去，我要让他血债血偿。报应！原来我不是宋家的千金，江宁才是。原来我才是那个摆摊卖红薯的土货。江宁，如果没有你，这一切都是我的。你休想抢走我的一切！啊！真真，你去哪儿？糟了，真真不会听到了吧？真真，宋夫人人挺好的，我本来想着让你和她多相处相处的，没想到。没事儿，就当是出来散心嘛。稍等，我接个电话。江宁，你给我等着！我现在就要你死！娘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江宁，江宁，你没事吧？锦绣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妈，你居然打我！我打你怎么了？那可是活生生的人命啊！你差点就撞死人了，真真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那是因为他该死。
如果不是江宁，我还是宋家千金。锦绣哥哥也是我的，都是江宁，是他抢走了我的一切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可这也怪不得阿宁啊，是你出生的时候在医院被别人报错了，他也是无辜的，他也是受害者。宋夫人，你在说什么？阿宁，你才是宋家的千金，我才是你的亲生母亲呀！什么？什么？阿宁，对不起。阿宁，爸爸为之前的言论向你道歉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爸妈，你们都不要我了吗？珍珍，就算你不是爸亲生的，你还是我的女儿。那江宁呢？你们是不是准备把她接回去？我告诉你，宋家只能有我一个女儿。珍珍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阿宁，你够了！这件事情太匪夷所思了，一时半会儿你们也说不清楚，先让他好好缓缓，以后再说吧。哪位是宋珍珍？我是。有人报警说你寻衅滋事，故意杀人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报警？谁报的警？是我报的。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，好好反省反省吧。江宁，走，你赢了。他这个性格，不让他吃点亏，永远都改不了。宋夫人，惯子如杀子。都过了预产期了，我的肚子怎么还没动静啊？老婆，这种事情可急不得。是啊，这事急不得，慢慢来。哎，怎么了？不对，我好像要生了。什么？要生了？哎呀，宁宁，你还好吗？妈妈，你痛不痛？我们要有弟弟妹妹了吗？妈妈，我们给你加油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送医院呐！快，走！慢点。太好了，我又要有曾孙子了！今天这天气不错，这日子是越过越好了。